香港以前有個地方叫做官富，大家知唔知道喺邊度啊？官富其實係觀塘嘅舊名，呢一個名係嚟自觀塘嘅重要產業鹽。根據香港地方志中心資料，香港有記錄嘅產鹽歷史可以追溯至西漢，去到南宋最為興盛。以前九龍東嘅沿海一帶，鹽工會用石頭同泥土喺海邊嘅淺灘修築堤等，海水入咗去之後，就會成為一塊塊嘅鹽田。呢一啲鹽田亦叫做鹽塘。由於鹽塘屬於官府管理，所以又叫做官塘。另一個講法係，客家人會將蒸發到乾涸狀態嘅鹽塘叫做乾塘，但因為乾塘比較負面，而客家話嘅乾同官嘅音近似，所以就叫做官塘。南宋時期，朝廷喺九龍灣嘅西北岸設置咗官富場去管理鹽務，範圍覆蓋到今日嘅觀塘、九龍城同油尖旺區。官富呢一個名就係演變自官富場。至於觀塘點解演變成呢一個觀塘？據講係因為居民唔中意同官府打交道，所以喺戰後港英政府發展呢一區嗰陣，先至將觀塘改成呢一個觀塘。觀塘本身係一片臨海嘅幽靈地帶，可以發展嘅平地唔多。戰前只係用嚟做垃圾堆填，又叫做垃圾灣。以前觀塘嘅海岸線係喺牛頭角道同觀塘道一帶。戰後政府喺觀塘移山填海，發展工業，大大改變咗呢一區嘅面貌。不過80年代，隨住內地改革開放，工廠北移，觀塘嘅角色亦出現變化。1998年，市區重建局嘅前身土地發展公司就提出重建觀塘市中心。經過近10年嘅規劃同諮詢，項目喺2007年啟動。2011年，政府宣布啟動東九龍計劃，銳意將東九龍發展為中環以外第二個嘅核心商業區。2021年，觀塘最具代表性嘅裕民坊完成清拆，標誌住香港最早嘅衛星城市正式變天。目前重建工程仍喺度進行緊，呢一區會點樣改頭換面？大家拭目以待。